道具中华台湾民俗村过去是归台湾10大旅游所在排头名，向向开始化工要拆。最近道民众发觉讲，古城门剧场的游乐区拢互怪手拆掉。经过媒体报道，县政府才知影民俗村已经要拆，拢无经过允准，嘛无摕到会当拆的牌，就安尼大主大意，已经要求做工程的单位爱停工。一寡过去做囡仔时捌来遮耍的人，看到规个拢趴远去，实在真唔甘。 台湾民俗村的入口，古城门甲这个城墙嘛，规个拢倒去，铁枝啊嘛走出来，四界拢是安尼哼哼喜喜。甲看内底，有两台怪手当咧做拆除的工课。这是中华花坛出名的台湾民俗村。1987年，创办人施景山来成立。伫咧90年代时阵，会使讲是真青硬。这个园区有52公顷，其中这个大门的出入口庆丰门，搁较是仿清朝彰化县城的西门，来争做园区的地标。另外嘛，搁收真侪这个台湾的历史古迹。 亲像新北投车站、中华宝岛、定安宫的妈祖庙，拢是原封不动安尼直接甲搬徙过来的，来争做这个园区上大的景点。另外，则搁红选做是规台湾10大旅游胜地第1名，来甲比起这个1995年这尔青硬的情况，搁来甲看今啊，除了讲一部分提供予这个电视台来拍戏。 其他会使讲是安尼倒的倒，拆的拆，有真侪民众拢真少念因囡仔时代的回忆，即马嘛已经正式来行入历史了。被拆掉、被拆除，真的很可惜啊！台湾找不到了哈。对啊，台湾找不到了啦，蛮舍不得的。只是这个台湾民俗村自从拆以后，县政府说完全唔知影，一直到媒体咧报道，才知影讲代志大条啊。 一个甲对查落来，原来是地主嘛无去报备，嘛无摕到拆除的执照，佮家己来甲拆。即马去互县府甲强制讲爱停工。区内的一个建筑物有3栋有设有历史建筑嘛哈，初步了解是目前拆除的部分并没有涉及到文字身份的一个建筑物。台湾民俗村从这个92一大地震了后，就开始衰微落来，一直到尾啊关园去互法院甲拍卖。 2011年的时阵，苗天的查某囝用天价15亿6千万甲标落来，就安尼一直荒废到即马。最近佫讲要甲拆，后摆有可能甲改做工业区，嘛有人讲要来做立骨塔。不过无论是要甲改做啥，拢毋望会当互地方较繁荣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